現在示範初小組比賽流程。比賽學員首先到報到處報到，跟住工作人員帶領到比賽等候區，等待進行比賽。比賽主場區有賽事熒幕、司令台以及4位負責揸把嘅工作人員。現在講解一下踢腳方式，工作人員會垂直揸把，電子把嘅感應區喺中間英文 logo 位置。選手踢腳嘅方式係由腳背踢，盡量避免踢感應區以外嘅位置，太上或者太下，亦都避免腳趾篤或者炒腳踢，感應唔到力量。選手由工作人員帶領到比賽場區進行比賽。司令台工作人員會宣布10秒試踢。試踢原意係俾選手測試電子把是否正常，唔好太浪費體力。試踢完結後，工作人員會正式宣布比賽開始。比賽在 3、2、1正式開始。鑼聲響起，比賽結束。之後工作人員會帶領選手到頒獎等候區。假如選手對於賽果有懷疑，可以到上訴區提出上訴。代表選手教練可以隨意選擇電子把進行測試。選手準備好，就由工作人員宣布上訴賽事開始。上訴結果係唔會影響原來嘅冠亞軍位置。上訴選手會根據上訴嘅結果而頒發冠亞季。例如上訴前冠軍係30下，亞軍20下，季軍10下。而上訴嘅結果係40下嘅話就會有雙冠軍啦。當整個組別比賽完結後，就會由嘉賓頒發獎項。